位于台南南西区的万佛寺，这个佛寺内底有一个小公园，从俄罗斯台湾的吴哥窟。疫情了后，要重新开放，予民众来参观。 伫咧南西区的万佛寺是当地著名的景点，其中就是这位红叫做台湾版的吴哥窟神秀公园，因为特殊的纪念景地，过去常真侪游客来遮参观。之前因为疫情暂停开放2年，即马经过重新整理和规划开放，万佛寺嘛希望这个车会让真做民众心情好放好所在，恢复到我们的自然本性。 这就是修行，所以它叫禅修公园，恢复自然的本性。虽然重新开放，不过即马敢若开放线顶注文，当时嘛有名额限制。我们不收费但饮食呢也在这里呢，我们也不收，我们只是煮给大家吃平安。公园除了免费开放，还有专人的导览，提醒民众公园内底嘛是拢爱遵守庙的相关规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